風風 .net。歡迎大家嚟到第一集嘅《風風中在一定》，我係你哋嘅主持 Danny。我哋即刻請出今日嘅第一個嘉賓阿嬌。唔知點解有一啲人，其實我見過佢好多次，亦都介紹過好多次，但係我都係唔認得佢哋個樣，唔記得佢哋嘅名。立即由阿嬌唱出去今日嘅參賽歌《尋開心》。別望着狂抽煙的手勢，以為受唱是美麗，我令你有寬慰才是實際，你讓我有安慰，誰亦不必理虧，你別要再憂鬱和慚愧。我開心，我們還有什麼可以恨？我贈你體溫，你贈我興奮，男或女來製造愛，我不關心。愛全球開心，沒有所謂的人，快別要破壞美好氣氛。好啦，跟住就即刻有請啱啱同阿嬌去完旅行阿嬌嘅女朋友陳冠希。旅行？要咁講嘅，我呢幾日喺 studio 錄緊音啊。好啦，就即刻有請陳冠希唱出去嘅參賽歌曲《命運》。今晚參加風風做我一丁嘅有機會得到以下嘅獎品：富豪海灣向海單位一個平治 SL55AMG 跑房車與望住風風在半島酒店 P 食館坐直升機環遊香港15小時 Lucky 手機一部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有請 Eason 陳奕迅。夕陽無限好啦，有請 Eason 唱出佢嘅參賽歌《濃情化不開》。我不懂愛，有誰會更懂得愛？我不心痛，有誰會更加心痛？我珍惜你，你亦要珍惜你自己。你不相信，有誰會更加相信？你不知道，有誰會更加知道？縱使不見愛情，仍可天荒地老。情越濃，越會化不開，卻清楚這是愛。好啦，我哋立即睇下邊個係今晚嘅冠軍嘅。今晚嘅冠軍係阿嬌嘅。好開心，好開心。有啲咩感想啊？突然之間諗起爹哋講過，生活都係一樣，開心嘅事唔會永遠都唔完，唔開心嘅事亦都唔會一世。不如諗下而家，諗下而家點樣可以做得好啲啦。你陪我啊！
要贏取由風風集團、風風 .net、F 字 .net 贊助嘅豐富獎品，就要喺我哋呢個環節天命最高入邊完成我哋嘅任務。而今次要阿嬌完成嘅任務就係喺一首歌入邊用愛令到陳冠希同 Eason 笑。天命最高，天命最高，即刻開始。頭要有美擺，頭要有美擺，頭要有美擺，飛翔境界，不想一世，只想一秒被光大。看後鏡中便能愉快，你漸變小我強大，誰敢來踩界？能共你愛過，暖暖的令我自豪。聽到呢個音樂，即係阿嬌已經成功咗，個任務成功咗。曾在我心如此深深愛戀中，好多謝大家嚟到風風作愛一丁，記得去我嘅網頁 F 字 .net。當我想起你，仍像昨天一般深愛你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曾在我心如此深深愛戀中，遺下憶記在腦中，從當天起永都不可忘記。當我想起你，仍像昨天一般深愛你。風風 .net